中央大学2年多以前首创客语研究中心，学术研讨跟客家节庆活动都是这个中心研究的重点。打开电脑，点选网站，客语研究所的网页立刻显现出来。这里是中央大学的客语研究中心，2年前国内首创，学术研究是中心的重要任务。客家文化在台湾其实扮演很重要的地位，而且人口也不少，不管你估计的300万、400万都是很多啊。所以这个中央大学有这个条件，刚好又是在这个客家语言区域，所以要结合社区。成立客语研究所是中央大学目前最大的目标。所以我是希望说，政府有关单位，不管这个客委会很支持，或者是教育部要支持这个，那一定要打破这种过去那种限制，不然的话，我看这个客家研究还是会有很大的阻力。非客家人却热衷客家教育，教授说，全凭他对客家文化的热爱。他希望客语研究所能够尽早成立，是他对客家界的贡献和希望。民视新闻何乃强、陈小青桃园报道。用相机捕捉客家文化是摄影家叶日才的使命。他说，他要将客家人的照片到全球各地展出。旅美摄影家叶日才在暗房里来回冲洗照片，专业的动作让他的作品在几10年前获得美国地理杂志的青睐，到欧美各地拍照摄影。我这个照片构图很完整，还有那个气味中心有足到，还有影像的浓度感觉有抓出来。虽然没看懂讲，那看得懂没？ 10几年前，新竹客家人的叶日才突然惊觉到家乡的美景，因此毅然决然地回国，开始他客家文化摄影的生涯。用那些古迹啊，古埃及啊，用特效去给它剪写，因为这个文化的母周端。不管是黑白照片还是彩色照片，叶日才说，他要把照片到国外展出，将客家庄的美和世界各地的人一块分享。民视新闻何乃强、陈小青新竹报道。 客家人不但勤劳，还相当有智慧。像早期没有电器保温设备的时候，客家乡亲就懂得利用稻草加上棉布做承包茶壶。一根稻草能做什么？答案在客家的茶寿中能找到。因为40年前他蛮有天宅的那点嘛阿伯公是安怎的同到山上做些寒天冬冷的冬冷就无烧茶好事啦。阿伯婆就当用不行啦，用形象咯，在就管了做种茶的部分的啦。 客家人很有智慧，懂得废物利用，而这样的灵感来自鸟窝。将烧好的茶放在稻草紧紧缝实的茶寿，里外都不透风，难怪热茶放上1整天也不会冷掉。真的地方绑很扎扎，个人就收很扎扎的呢，扎扎的我们就无放弃，那就加面的，然后加布的包落去料，落去咸的，永远就烧烧。 茶寿在客家庄里才看得到，由于造型很复古，深受都市人的喜爱。只是缝制的过程相当费时，已经没有年轻人愿意花时间来学，让人担心这门技术会失传。民视新闻邱俊超苗栗报道。